珠寶市場嘅水深魚龍混雜，經常呃街客，所以我就建議各位姊妹將專業嘅事交俾漣漪我，等我幫你哋揾到好睇、實惠、親民嘅手鐲。呢手貨呢，就係漣漪我通過30幾年嘅人物標落嚟噶。呢手紫羅蘭披顏色分布得非常均勻，冇乜色根或者深淺不一嘅情況，好似將最純正嘅紫色顏料均勻地潑灑在上面，品質真係冇得彈。而且我攞到淨係第2手，我俾中介嘅水錢加起身都顯得呢手貨特別實惠。而家就做一條出嚟俾姊妹們睇睇先，加工出嚟啲紫色係頂級羅化底嘅襯托下，顯得格外高貴同神秘，紫得嚟好柔和，唔會妖艷，而係有一種有內涵有深度嘅美。買珠寶首飾特別係翡翠，我都建議最好上手睇清楚，然後再做埋證書，咁就最好嘅。要過嚟睇或者要漣漪安排嘅，同我點個小心心，再留個圈口，好唔好？